那么蓝鲸看上啊，这么交运。拍了大去看那边，我记得30岁嘛，看清楚个系统的讲解是吧？到了过战动是吧？到门将我战了所还是有比这不难比的，可能家就是难解的话是，对当前记得了人的人呢，马上就是这两个是吧？是个你特别这些很多几百人，这些的了。那么来就刚刚从俺那边做起点子一样，第二个的呢，一般看见说个内容是吧？到我个战动西把它让说说能两批些点比聪明么了，这个当家可能话关键气息一样，就他某种个累积就才真的了，那里用为这新闻的西外人，这些的嘞。什么这些的了？那你我就是蛮看清楚，详细是吧？到我个战动西吧，战动说说你同志比那么做，也就当这个写入。那么天节看上，可不呢？别个写吧，全边可别提人的呢，我当做选几个写嘛。肯定做了个讲写啥吧，到我给听懂写不的，别个查了7年准备学的都会，那么天就从那空给录写啥的土骨当，夹不着康嘞呢就绕学运，个真切。错嘛，扎西德勒，俺伦敦马林方言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林峰。康吉措呢是一位来自扎西卡大草原的优秀的歌手，不仅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粉丝，在我们电视上也已经成功登上了我们2024跨年歌会的现场。那最近呢又听说他的最新歌曲《月光下的思念》即将正式发行，希望在歌坛一路长红，在抖音界一路长红。扎西德勒。呀，怎么的么？怎么这些的了？俺那么人家这么严，俺那么看不见错个了，热啥哇？到我个他那东西哇，那很多兄弟们才个，7月3块那把错个，年那么无几次个，怎么样了嘛的？家就这了，可得能住，人家小这些的了。那么人家跟看上我是嘛那么抽烟，你的呢我在那人是嘛看不起张西啥的话，到我个战东西哇，咱们说说你背景比，那把起我们可当个家就是刚忙来那了，过阵起。这不能就跟看上俺多这个人，到我个在那个东西可能的，我就讲了嘛，看进错个，让我个这里，咱们说说呢，变成的。Lanji, tapi na cengmi dala jap curteng arir ke to nung keng mariu persya serwajen tujen nung. 抖音